皇上，皇上，父皇，父皇，求你救救我！你救救我！他妈关起来不让我出去，我要杀了他们！父皇，畜生！父皇，退下，退下，快，退下！父皇，退下！父皇，打了2场胜仗，朕以你为荣，朕才要重用你。对你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，而你却容不下一个远离京师的王叔。你呀，你叫朕如何向天下人交代？叫朕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？红姐，晋王，那是你的亲叔叔啊！父皇，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知道错了。父皇，求求你原谅儿臣吧。你皇叔已退位，不再是皇太帝，朕已经封你为皇太子了。你是皇位的继承人，这还不够吗？你还担心什么？你还争什么呀？父皇，儿臣是迫不得已的，儿臣是为了自保。我担心你迁都洪州，我担心这都是王叔的计谋，我还担心您要把皇位传给他，所以你就毒杀了他。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保住皇位？你以为你这样朕就不办你了吗？父皇，王叔早就对我下过手了，所以我不得不怀疑他就要对我故技重施，所以我是不得已我才对他下手的。父皇，你胡说！你王叔远在洪州，他怎么对你下手？父皇，这都是真的。王叔，他和他朝廷里的五鬼，他早就想除掉我。那年我去巡视江北，他们就派杀手来诛杀我，差点要了我的命啊！不信，你可以问朱魔，他知道的最清楚了。他还告诉我，他们想要除掉我的事情。父皇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最好说的是实话，否则朕绝不饶你。父皇，父皇，儿臣说的都是真的。二位大人，二位大人，老爷，下去吧。是。替我招呼客人。是。为何看见我们就想走啊？皇上召见我，赶着进宫，没时间和你们磨蹭。赶着去宫里为太子作证，我看你是去找死。你先下去。是。此话怎讲？钟大人，当年那档事儿，咱们可是都有份儿。晋王并不知情，可他如今成了戴罪羔羊。你想想，即使你保住了太子，皇上饶得了你吗？你以为你扒着太子爷就能够平安无事了？皇上、太子、晋王，他们才是一家人。由于你的多嘴，害死了晋王，陷太子于不义，你认为你能全身而退吗？你扯我们的后腿，顶多比我们多过2天好日子。咱兄弟告诉你，待会儿就在大牢里恭候你的大驾。明白人做明白事儿，钟大人，请仔细想一想吧。龙魔，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都说出来，朕不想冤枉任何人。说。是皇上。朱魔，你把跟我说的话，快照实说呀！皇上会为我们做主的啊！钟魔，启禀皇上，微臣从来没有跟太子提起过晋王派人暗杀的事，更没有提到过冯延巳几位大人。钟魔，你撒谎啊！你为什么要害我？
啊！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太子，啊！下官怎敢加害于你啊！仲谋，我要宰皇上，了你！下官胆子再大，也不敢犯欺君之罪啊！你良心何在？带进去。父皇，我冤枉啊！父皇，我冤枉啊！启禀皇上，太子对臣向来不友善，臣不在意。他污蔑、诿过、谢责都是情有可原，臣愿意为太子求情。启奏皇上，太子为了谢责而诿过朝廷命官，这一部分可以不计较。但晋王辅佐皇上数十年，又是太子的亲疏，毒杀亲长是严重的忤逆犯上。太子将来何以承继大统，教示我大唐子民？故臣斗胆启奏皇上，废太子。废太子容易，谁来继任？还有那么多的皇子，那些小的不说，谁合适？是从家还是从善？从家他从来就没有管理过朝廷的事，他能当重任吗？如果是从善，他还不满20岁，他哥哥不接，他敢接吗？他接得住吗？朕早就知道他们叔侄不和，却不知道如此严重。没有及早的提防，才导致今天这局面。都是朕的错。皇上，恕臣妾直言。你说。皇上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自责、追究都无济于事。以臣妾之见，弘基不能废，也不应当废。过去，朝廷党内之争，造成的是国家内斗，国力耗损。现在，晋王已经死了，朝内已经无党争之危。以臣妾之见，不如责成弘基发愤图强，戴罪立功。这也许就是我朝廷转危为安的契机呀！你说的容易。景随被弘基毒杀了，你让朕怎么能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还重用他呢？朕必须面对天下人呐！可是弘基说了，晋王曾经叫手下杀害他，他这样，也许真的还不是无的放矢。您可以下旨派人去查一查，给弘基一个机会吧，皇上。皇后，如果他没有毒死晋王，或许这事儿还可以查个水落石出。朕还可以揪出所有的相关人士，铲除大祸，留给他一个干净的环境。这坏就坏在他把人弄死了。过去那一干人利益相连，人家不会放过他，他们也不会承认过去的罪行。就算查出什么，他们也都会推给晋王。到时候他们还会拽住弘基，不让他脱身。这对儿子无益呀！弘基个性自负、刚愎、急躁、残暴，他这是被他自己所害呀！你明白吗？这么说，弘基就这么完了？他可是有满腔的抱负啊！皇后，你一向明理，你作为一个母亲，护子心切，朕不怪你。但是弘基，他必须受点教训。好好反省。如果他能够反躬自省，能够痛改前非，
或许有朝一日，他还能为朝廷效力。我们勉强算是度过了这一关呢。接下来大家想想，太子应该立谁啊？六皇子。六皇子，李从嘉。六皇子说的好听一点儿是仁慈善良，说的难听点儿是软弱无能，而且他从不理朝政，他不适合当帝王啊。正因为他软弱无能，不理朝政，所以才是咱们大展长才的好机会呀。六皇子，废太子，一切但以父皇的旨意为要，儿臣没有意见。废了太子，你就是自然的顺位人选了。父皇，儿臣不适合。从家，你一向仁孝，难道不愿为父皇分忧吗？任何事情，儿臣赴汤蹈火，绝不推辞。但是，太子是一国储君，儿臣只怕无此能力。弑君之路，分君之忧，这不仅是家事，也是国事。你在皇家内院养尊处优，过了这么久的舒心日子，现在朝廷需要你为百姓做点事情了，难道你还要袖手不管吗？儿臣不敢疏懒。过去朝政有王叔和大哥他们掌理，儿臣向来都是个闲人，既没参与，也从不过问。您突然命儿臣接任太子，儿臣想，也许从善比儿臣更适合。长幼有序，从善毕竟是你的弟弟。朝中变声昼夜，你身为皇子，怎么说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呐。孩儿以后当多关心国事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六哥，从善，六哥，我刚从东吴来。你见过大哥了？他现在怎么样？情况不好，容易激动，尤其疑神疑鬼的。他听说父皇要立你为太子的消息，还对我发了一阵脾气。他还说让你立刻去见他，单独去。单独去？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太子！太子！你们这些混蛋，让我出去！我打死你们！我打死你们！参见正王。六弟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啊！你们来干什么？你们两个给我出去！给我出去！太子，您别这样，会伤到两位王爷的。走！你们给我走！我要单独跟六弟谈。大哥，从善陪您和六哥。陪我？不用了，你也走，你也跟我走。就让小的在这儿陪您吧。太子？啊？哈哈哈哈！太子？你们还认我这个太子吗？要是你们还当我是太子，你们统统给我滚！滚！滚！哎呦，王爷，王爷，这大哥，你说，父皇叫你当太子，顶替我是不是？你说呀，你说呀，你说呀！父皇确实提过此事，但是没做最后定夺。那你自己心里怎么想？啊！
心里怎么想，你应该知道。好，够诚实啊！我相信你，你不会像那些瞎了眼的人敢跟我争，是不是？啊？大哥，治国你才是最适合的人才，我不是。可是大哥，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？我从没见父皇那么痛心过。父皇，啊！我完了，我完蛋了！父皇再也不相信我了。六弟，六弟，你说，我是不是错了？啊？我完了，我完了，我完了，我完了！父皇再也不会用我了，我真的完了。大哥，我还以为父皇迁都是王叔出的主意，我还以为他又要做皇太帝了，我还以为我杀了他就能一了百了，我完了，这下我真的完了，完了。大哥，六弟，六弟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在父皇面前帮我说说好话，你就说我会好好治理国家的，我会灭了周国的，我什么都会做的，我什么都会做。父皇都不会相信我了，是不是？你说呀，父皇都不会相信我了。不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自夏商周以来，父子相传乃是天经地义的。父皇在列祖驾崩的时候，为什么要约定兄弟相传？啊？都是他的错，我生的没错啊！他封皇太帝，封错了，是他封错了，是他封错了，我没错，我真的没错，没错，不，是王叔，是王叔的错，是他的错，他想当皇帝。可是父皇谦让的时候，他又假惺惺拒绝，啊！他既然不想做，可是父皇要册封他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拒绝？啊！他为什么不拒绝？他一做就是13年，13年呐！啊！不是我的错，都是他们的错，啊！都是他们的错，哥。如果你也能够谦让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不，我是一个铁铮铮的男子汉，我是男子汉，我想要就要，我不会作假，啊，我不会作假的。六弟，你想做皇太子？你想做皇太子，你就好好的做，要不你就辞得干脆，千万不要像他们2个人，不要像他们兄弟2个，是他们的错，是他们的错，不要学他们，千万不要学他们，不要学他们。大哥，你要振作一点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学他们，你赶快把身体养好。也许过个1年半载，等父皇气消了，他就会再用你了，啊！1年半载，1年半载，不，
及了，我等不及了，我等不及了，我等不及了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每天晚上看见王叔来找我，他说他不甘心，他跑高到阎罗殿去了，他在那儿等我，他要来抓我，他要来抓我，别瞎想啊！他就在这儿，他要抓我，他要抓我。他要抓我来了！他要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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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说，有什么好消息啊？哈，大人，大哥，请坐。中魔传来消息，说有人装神弄鬼，搞得李弘基是心神不宁，坐卧不安，每况愈下呀。哦，这倒奇了。战场上杀人无数，连自己亲生叔父都敢毒死的人，居然也会怕鬼？是啊，大哥，你可能有所不知，而且他还不愿意放弃皇太子的名位，看来这唐宫又要乱一阵子了。只要制造唐国朝政的混乱，我们就借平乱之名攻唐。哎，对了，赵普，属下在，交代朱魔，让他积极的安排李从嘉做太子，将来也好扶持他作为唐国主。属下明白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去吧。既然要攻唐，谁做国主又有什么差别？大哥这么做是何目的？莫非匡义还是为了周文皇？匡义，啊，想什么事想得这么出神呢？没想什么，没想什么，我是想，无论如何，这为了统一天下，让李从嘉当太子是对的。他的威胁要比李弘基小多了。谁？鬼来了！来人了！太子，有鬼！有鬼！有鬼呀！有鬼！走！哎，你们不能走！你们要保护我！哎呀，太子，我们保护你，我们去抓鬼好不好？对，抓鬼！抓鬼好，去抓鬼！哎呀，走开！别过来！每天都这样，哪受得了啊？真是烦死了！鬼又来了，别理他。哎，真没办法。怎么回事？进去看一下。皇上，东吴传来消息，太子他悬梁，归天了。你们是说太子看到鬼魂？你们进来之前，太子就已经悬梁自尽了？是。没看到有人加害太子吗？没有。太子近日常说看到鬼，说鬼要拘他去阴曹地府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太子是被鬼魂调到上面去的？查出什么蛛丝马迹没有啊？回公公，太子全身毛孔凸起，显然生前受到极大的惊吓。至于是自缢或他杀，还需再查。去查吧。太子死因未明，你们大家不要妄加猜测，更不可有鬼魂灵异之说。是。去吧。
见皇上。皇后，你可要坚强一点。弘基的后事，朕已交代他们尽心去办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他3岁的时候就敢骑马，5岁的时候就能射箭。他身手那么敏捷，那么勇敢，为什么一个老在你面前活蹦乱跳的孩子，就这么走了？老2、老3、老4、老5，相继过世后，他有一天跑过来跟我说，他会爱护弟弟，说他要好好保护6弟从家。他本性善良啊。他原本是个善良的孩子，都怪朕，怪朕太纵容他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皇后，逝者已矣，我们得坚强起来。宫里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处理。皇上，臣妾想帮弘基做几场法事，让孩子一路走好。你大哥一生杀人无数，虽然说是因为战争，但也都是人命。母后一连做了7天的法事，不知道能不能为他消掉一点罪孽。母后，您这么虔诚，菩萨慈悲，一定会把大哥带到极乐世界的。您放心吧。从家，你们虽然都是一母所生，可你们几个兄弟性格截然不同。要是弘基有你1/10的人善，他也不至于会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是母后没有把他教好。母后，母后，大哥这么大的人了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您就不要太自责了。孩子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老大了。母后、父皇都老了。今后朝廷的事，母后要你多费心。母后请放心，
儿臣定当竭尽所能，为父皇母后分忧解难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诸位爱卿，今日有何事要上奏啊？启奏皇上，臣冯延鲁奏请立六皇子郑王为太子。皇上，东宫不能久悬，臣冯延巳也请立六皇子郑王为太子。皇上，臣查文辉也赞成立六皇子为太子。你们都建议立六皇子？六皇子真的合适吗？皇上，为了避免朝廷不必要的争议，应当遵照伦常排序，立六皇子郑王为太子。皇上，臣等叩请立六皇子为太子。皇上，请立六皇子为太子。在议吧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哦，平身平身。父皇，今日传儿臣来是……没事，咱们父子俩好好聊聊。父皇，您读《史记》啊？秦灭六国，我们现在的处境跟当年的六国的处境没有什么不同啊。得有强敌，虎视眈眈。父皇真是食不下咽，夜难成眠啊。父皇，秦虽灭六国，但是秦又能恃强多久呢？你也知道，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有田一城，有众一旅，虽小国寡民，只要是众志成城，又何尝没有扭转局面的机会？从北朝数十年到现在的周廷，已经经过了5个朝代，无数个帝王，他们都是用武力取得天下，可也都是因为武力而失去了天下。更何况江南诸国唇亡齿寒，只要我朝能够与他们交好，再小以利害，大家共同来对抗北朝，我想国家的前途您就不必太忧心了。话虽如此，可我们南边的吴越、民楚都和我们发生过冲突，他们也都奉大周为正说，各国自己的打算。别说和他们结合，就算是和睦相处，也不容易啊。父皇，儿臣再借孟轲的一句话：“为人者，为能以大事小；为治者，为能以小事大。”我朝与邻国的恩怨，或有陈年纠纷，或有各自的利益。纵然小国不公，吾等视之之心不宜报；大国欺凌，吾等视之之礼不能废。哎，你读了这么多的书，原来都藏在肚子里啊！现在说出来头头是道，父皇还担心什么呢？父皇，您满朝文武都奏请立你为太子，父皇就是要考考你，看你有没有治国的想法。父皇，请您要三思啊！儿臣说过立太子，弃帝从善更适合。可父皇也说过了，身为皇子，你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，要多关心国事嘛。儿臣自当会多关心国事，但是父皇，你应该了解儿臣。儿臣不想要任何名位。宗家，为了晋王叔和你大哥的皇储之争，父皇已经难过了很久。
父皇不希望将来朝廷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，因此此次立太子，父皇决定就遵照兄弟排序。从善他能干，将来你可以尽量多用他嘛。那么他一样可以为朝廷效力啊。父皇，儿臣自当会尽力为国献策，但儿臣真的无意接太子位。这样吧，太子之位你不必急着接，先让你喜封吴王，居东宫，以尚书令知政事，先来朝廷历练，让父皇看看你的表现。啊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是。喜封吴王居东宫，那不就是未来的太子吗？哈，正是。唐国主要他先参与朝廷议政，为了训练他的儿子，这个李景啊，可算得上是个好父亲了。看来唐国的朝政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。正是。李六，只要你当上太子，总有一天就会是国主。将来你以文治国，我以武一统天下。李六，你好好干，我期待着我们未来较量的日子。启奏皇上，天下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统一天下是时势所趋，更是先皇的遗愿呢。所以臣提出来，是希望皇上、太后，还有朝中的大臣们能够集思广益，拟定一个方向，看看是先北后南，还是先南后北，平定乱局，好为将来的统一做进一步的规划。别闹了，皇上，快坐好了。不知太后的懿旨是？左相，范大人，你的看法呢？启禀太后，启禀皇上，臣范志以为，统一天下虽然是先皇遗愿，但那是未来的事情。作为未来朝廷的施政目标，也许等皇上再大一些，等皇上亲政以后再做决定。是啊，先皇自登基以来，国家年年有战事，将士们都很辛苦。不如这几年大家好好休养生息，统一之事留待以后再说。启禀太后，我朝虽然年年有战事，但我等每战必胜，将士们气势如虹，正可一鼓作气。臣以为此乃最佳的时机，否则将士回乡，将会不习兵事。几年后要他们再次报效朝廷，恐怕士气就不如现在了。韩托，你的看法呢？启禀太后，臣以为应该休养生息，养精蓄锐。那就从长计议，也不急这一时。太后，哎呀，太吵了，太吵了！我要回去了。皇上，这是早朝，大臣们正在议政。我不管，我要走了。哎呀，皇上，皇上，别拦我，我要走了。皇上，你不能走，皇上。我看这事儿明日再议，退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告什么马？王延生，你敢对皇上不敬？不敬怎么样？就凭你想办我？你竟敢公然藐视皇上，我就可以让你人头落地！哼！哎，我说韩大人，你这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？韩大人，王延生他怎么不敬了？他说：“哼，你们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什么主意。”哈，我们打什么主意啊？是啊，哼，你们想抓住兵权不放。韩大人，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呀！那你们就把兵权交出来。你好了，诸位大人，我们都是为了辅佐幼主，为了大周的江山，千万可别闹意见。诸位大人，
请多体谅，请多体谅。韩大人，现在人家是兵权在手，你就别跟他们赌气啊。我们还是以大周的江山为重啊。秦王，众人愿以性命奉献您，此乃天命。大人，天命不许，就知道你在这儿。何为大哥为小人而不顾大局？众人问李世民，秦王以为舜何种人？李世民笑道：“舜是古圣人，何笑问得？”众又问：“假使舜循父命，郡井不出，必为荼泥；碗岭不下，必为灰烬。怎能责备天下，法师后世？秦王既知舜为圣人，何不权宜行事？”哈哈，好一个权宜行事！就这4个字，秦王李世民给提醒了。大丈夫要做大事，就不能拘小节。看官，在非常时期，就得要有非常的气魄，采用非常的手段。于是呢，李世民重拳一击，把自己推上了最高峰。各位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虽李世民的皇帝之路有这么一点瑕疵，但是他往后勤政爱民，励精图治，造就了大唐盛世。这一点瑕疵算什么瑕疵？他变成了必要之恶了。唐太宗和秦始皇都是如此，有人打天下，却没有人守城。欲知后事，但听下回分解。好，说得好，哎，过来过来！你偷我银子！哎呀，这位大爷，您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一副将相之才呀！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，将来一定有福气啊！我先走了。站住！小子，想跑啊？客官，啊，皇上，小的给您叩头，您恕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小子还挺聪明，你以为叫我皇上就管用了？叫祖宗都不行，想陷我于谋反之名是不是？不，您真是有帝王之相啊！啊，您大富大贵，您是有福之人呐，1000年一遇的帝王之相。是你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把他给我带走。别走！大爷，你饶了我吧！帝王之相，大爷，只要你看中的肥羊，就都是帝王之相吗？哼，你这家伙，当年把我偷得一文不剩。你要不说这4个字，我还差点就把你给忘了呢。我一定改邪归正。改邪归正？哼！从汉隐帝偷到当今的皇上，已经换了几个朝廷，几个皇帝了？你呢？我再也不敢了。我看你真是本性难移呀！饶了我吧！看你四肢健全，什么正事都不干，非要干这种鸡鸣狗盗之事。饶了我吧！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一顿不可。大爷，我本来是个和尚，是和尚。什么？和尚？和尚还做这种事情？那你死定了！大爷，我是个替代僧，我不是和尚，你饶了我。我说实话，大爷，我受不了了。大哥，你把他放了吧，这样会出人命的。我就是要整死他。难道换了朝代，日子还过不下去吗？我以后，你以前就偷，现在还在偷，我非把你弄死不可。大爷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大人，您是要把在朝中所受的气都出在此人身上啊？哎呀，问题不在这一件偷盗的小事。没错，大哥，你的气是因为小皇帝的问题，而不是这个小偷的问题。大爷，我以后再也不……跟走，走，走，跟走，进去。大人，大人，
想不到才几年，您真当大官了。哼，放肆！谁像你这么不学无术啊？都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？是。大人，此人头上还真的是有戒疤呀。这戒疤也是为了取信于人，这样他们才能相信。我在寺里待得久了一点，他们才肯拿钱让我当替代僧，替他们祈福嘛。哼，看来这还真是你行骗的工具啊。那你拿了人家钱财，回到庙里以后能待多久？1年？1个月？1天？1个时辰。真想一拳捶死你！要是无心呢，这戒疤也只是徒具其表，戒不了人的欲望的。大人，我知道我错了，看您这么有成就，我也想改过自新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哎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只要您肯提拔我，我一定好好做。您给我3年的时间，我到庙里去给您当替代僧，1天都不跑，我给您祈福。你用不着替我祈福，乖乖的回到庙里头去，帮那些给你钱的人好好的做做功课吧。哎，大哥，他要是跑了呢？把他送到西山寺去，那里的住持大师我认得。如果你再跑掉，最好保证不要再让我遇到你。你要我提拔你，信任你，就得好好的修心呢，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你。是，我一定痛改前非，我一定重新做人。只要您肯给我机会，不管把我送到哪儿，我都愿意为您效劳。臣见他们根本不尊重皇上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就把王延生训斥了一顿。太后，赵匡胤如此放任底下的人，臣实在忧虑太后与皇上的安危呀。依臣之见，应该设法把他们这批人全部调离京师。调离京师？赵匡胤是先皇里的殿前都点检，我没有任何理由调动他。那就让他们出去打仗。打仗？早朝时你不也不赞成发动战事，怎么现在又改口了？太后，不是真的有战争，只是传个假消息。总之，让他们离开京城再说。传假消息？是。这，我再想想。他们想要把赵大人调离京师，这可是我亲耳听到的。消息准确吗？真的，我亲耳听到的。先皇当时啊，把我和大人叫进帐里，给我们看的呀，就是这块木头。先皇认为这就是当时的都点检，也就是太祖的女婿张永德搞的鬼。哼，怪不得一回到朝廷，先皇就要削去他的职权呢。好，这简直太好了，这是天意，是天助大哥。赵普，以后让这类的传闻再多一些。没错，我现在正在进行着呢。哦，你们怎么又把这块木头给拿出来了呢？这是先皇的遗物。大哥，大哥，这难道不是天意吗？嗨，你们呢？大哥，范质，他是个老顽固，韩通又那么势利，处处对我们眼红，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会被逼到像郭太祖那样的路上去啊！大哥，你仔细想一想，就算没那么惨，那太后和那帮老臣怎么办？他们都那么保守，我真是不敢想。我们要等到何年何月，才能完成我们统一天下的大业？好，范质说等皇上长大了。好啊，等皇上长大了，我们都已经老了。
等我们这些人老的时候，雄心壮志何在？我们怎么能完成世宗的遗愿呢？大人，内侍张德军向下官说了一些要紧的话。什么话？哈，他说，韩通向太后献计，说要把大人调离京师啊。大师，弟子已走到了人生的一个岔路口，难以抉择，痛苦不已，真是不知该如何决断才好啊！难行能行，难舍能舍，难为能为，才能升华自我的灵魂。这是施主真为他担心呢。大人正陷于天人交战之苦，待他理清了，自然会出来面对，不必替他忧心。现在最关键，就是他何时才肯出来面对？时间紧迫，我们等不得呀。哈，这我明白。所以，很多事情我们必须代为处理。哈，必要的话，我们可以为他出出主意，甚至可以试一试朝廷对大人的态度。但是大哥如果知道了，不知道他会不会……哎，大哥，大师为你解惑了吗？佛与魔之别，就在一念之间呢。那，大哥，你的决定是？是佛是魔，端在我心。大哥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他们既然要调我们远离京师，我们听命便是。真的要离开京师啊？那我们还能回来吗？怎么会回不来呢？
紧急军情禀报！启禀皇上，启禀太后，镇州、定州有紧急军情禀报。呈上来。镇州和定州奏报，北汉和契丹联合入寇，请求朝廷派大兵增援抵御。各位爱卿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北汉和契丹联合入寇，太后，臣请太后即刻下旨，指派都点检赵匡胤率大军北上御敌。赵大人有勇有谋，副都点检慕容延昭也骁勇善战，由他们担任统帅和先锋，必可剿灭敌军，得胜而归。臣王溥也建议由赵匡胤调兵遣将，统一指挥大军。赵匡胤，臣在。你可否愿带兵出征？臣万死不辞。那太好了，你快去准备，一举歼灭来犯的敌寇。臣遵旨。退朝。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这盘棋可热闹了。哎，我说公子，您看什么呢？嘘，我告诉你啊，刚才我看见一条龙飞出去了。龙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大哥，我真的看见有一条龙，那个龙啊特别的好看。哎，那条龙啊，飞上去了，哗啦啦，啪就出来了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哎，这边，在哪儿啊？那个屋顶啊？可是莫非都点检要做天子了？啊？点检做天子啊？这是什么？对呀，都点检要做天子。鲤鱼，来买鲤鱼了啊！哎，新鲜的鲤鱼。老板，给我来条鱼吧。哎，4文钱一条。好的，大一点的，新鲜一点的。啊，好，就这条啊！来，开膛喽！哎，这是什么呀？都点检做天子啊！哎，你看，都点检做天子，你看，我亲眼看见他从鱼肚子里拿出来的。我看，什么呀？都点检做天子，这是天意呀！这是天意啊！都点检要做天子啊！真的呀！鱼肚子里能拿出这个牌子啊？那看来啊，天意难为啊！这不是啊？哎，苗旭，外头有很多的传说啊，说什么？哎，你看什么呢？观天象。观天象，你也听到传言了？二位，你们在看什么呢？观天象。好，小勋啊，给我看看。哎呀，我看到日下有一颗星，而且越来越亮了。星？啊，哎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哎，你看啊，在那儿呢，看到没有啊？哎，是啊，好亮啊，真是奇怪啊。真是够奇怪的啊！你看，你们在看什么？回大人，苗训他们在观天象，我们都听说了一些神迹。是啊，大哥，不许胡说。这话要是传出去，你们不怕惹来杀身之祸吗？可外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。是啊，对呀，是啊。听说有条龙啊，对，还有一些我的屋顶上飞过的，鱼肚子里拿出了一块做天子牌子。苍天，我是佛是魔，你最清楚。站起来，都给我站起来！将军，这雾什么时候会散啊？王八羔子，雾归我管呀，怎么不问老天家啊？什么时候散？带着混蛋！哪有？
拉什么拉呀？烦死了！你干什么？我拉南湖挨着你了。拉什么曲子呀？你干什么你？大家心情喝多了啊！想家嘛？拉干什么呀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！敢欺负我的兵！你去看呀！你看什么看？我的兵在拉南湖，你的兵喝多了打我的兵，你有什么道理啊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去了那么多士兵都看着呢，看着怎么样？就是他不讲理，根本就你的兵欺负我的兵，谁来欺负你啊？我动手了！为什么欺负我的兵？光义啊，怎么样？士兵们开始鼓噪不安了。好，让楚昭府按计划进行。对了，你再告诉苗训，让他继续观天象，去山上，去高地。这种天气出征，冰天雪地的，契丹人，我要把他们的脑袋摘下来下酒吃。可我听说，并没有契丹人来犯这回事。什么？没有契丹人来犯？那朝廷干嘛让我们出征？是韩通蒙住太后，故意把我们赵家军前往北方，他好坐镇京畿。岂有此理！这不是逼着咱们造反吗？朝廷就是担心咱们赵家军造反，才要借此机会削减咱都点检大人的兵权。这朝廷就打算把我们搁在外头，不让我们回去，那我们不就成了待宰的羔羊了？也许哪天就收到朝廷要我们脑袋瓜的圣旨。真要到那时候，我们就学太祖，举兵入京。干嘛刀架在脖子上才反抗？不如现在咱们就杀回去。对，咱们现在就杀回去。姿势体大，姿势体大。赵副兄，赵副兄，陪我去山上观天象。好，我陪你去。还观什么天象？老子现在就要杀回去。苗大人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问你，听说最近天象有异，可有此事？正是，而且越来越明显，所以我打算去高地换个角度看仔细一点。哎，那这么说，传闻是真的了？哎，我听说都点检府屋顶上有飞龙盘旋，我也听说鱼肚里有块木头，上面写着“都点检做天子”。这，大哥，慕容延昭的先锋营已经过了黄河，扎营等候我们的消息。一切均在掌握中啊！好，大人，今晚属下陪您喝点酒，暖暖身子，放松一下心情。好，这个提议好。寒冬里喝酒，这可是不错的主意。多喝上一点酒，好好的睡上一觉，相信明天早上起来就会看到云开雾散了。若要云开雾散，还得看老天爷的意思。老天爷若肯拨开云雾，大伙儿才能真正见到头顶上的太阳。今夜若是满天的繁星，明天才有真正的灿烂阳光啊！我懂，大人放心，一定会使众星捧月。我也懂，给天子做的天衣，必定无缝。